你覺得活到81歲這個感覺好嗎？我好的，我很好。80歲有冇咩心態上嘅轉變啊？冇咯，就係你會本嚟80啦，你會又接近死亡啦，亦都係呢個任何歲數大嘅都係呢個觀念嚟。問題係走咗，幾時走控制唔到而家。好似 Alain Delon 咁，可以去一間醫院，隨時可以控制到咩？呢個好羨慕，但係始終嘅香港住咗幾十年，咁個人物喺度噶嘛。我有好嘅醫生，我去好嘅律師，我去咩都喺度啊，揾到佢哋又識得我。但係如果我去到外國，我唔識㗎，我冇呢個人物喺嗰度安樂死，冇咩人嚟你。你另外嗰種孤獨係唔係幾好受咯？我就決定喺香港啦，冇得傾啦。死得最好係唔知唔覺咁走最好咯，因為有福氣啊。他日你真係離世啦，你希望你嘅一啲咁熱愛你嘅粉絲，佢哋係點樣去講我諗呢樣嘢？冇乜，個個電腦走咗，電腦走咗啦，電腦。好普通啊。